大家好，係我莊哥啊。錄片時間係2026年嘅6月23日。今日嘅標題呢係北上消費已成勢，香港、深圳樂悠悠。頭一句相信大家都知道係點解嘅啦，但係第二句又點解話係香港同深圳都樂悠悠嘅呢？首先，莊哥要指出呢，深圳其實係做咗香港人嘅溫馨後花園嘅。表面上咧，深圳嘅消費或者北上嘅消費咧，會帶嚟香港一啲嘅傷痛嘅。其實咧，佢係做咗我哋香港人，我哋呢啲傷痛嘅心靈嘅補湯同埋雞湯就真。因為上面嘅性價比高，所以咧香港人咧都非常之中意咧，就上去就吃香喝辣噶啦。而家咧已經成為一個常態嘅添，亦開始咧慢慢咁蔓延到去其他嘅非飲食消費、娛樂消費或者係服務消費嘅場所嘅消費嘅地方呢，已開始由酒樓啊、餐廳啊、按摩店、美容院啊、修甲所啊，去到一啲大型嘅購物中心啊、特色嘅主題區、倉儲式嘅一啲折扣店啦，而羅湖城啦、東門步行街啦、福田區啦、Coco Park 啊、萬象天地啊、卓越中心啊、三寶店、Coastal 店啊、8號倉奧特萊斯啊，而家咧都日日都會睇到香港人嘅足跡㗎。仲有啊，香港人咧而家開始咧都蜂擁到其他新嘅地方啊，譬如咧南頭古城啊、華僑城創意文化園啊、親子樂園啊，其他一啲嘅綜合放電遊樂場、自然野生動物園咧，以及真實嘅冰雪世界。細路哥咧亦多咗去參加啲興趣班同埋藝術班啊，譬如游泳啊、欖球啊、馬術、滑雪啊、滾軸溜冰啊及啲科普體驗等等嘅喎。老人家咧亦多咗去一啲深圳嘅長者服務中心啊、老人活動中心啊，喺入邊咧玩下麻雀、學下寫書畫，一齊咁做保健體操啊。而有啲精神爽利嘅老人家呢，就會步行行下蓮花山公園啊、民族村啊，感受中華、南頭古城等等，去舒下筋骨嘅添。而北上消費已經唔係再局限於以前嘅一小撮人嘅，而係呢遍及到老中青三代人，亦由低產呢上升到中產嘅香港各類人士嘅。大家都喺深圳呢玩得開心，食得開心咁，一兩日嘅玩樂呢，暫時咁忘卻咗喺香港嘅憂愁啊。而經過咗呢啲消費充電之後呢，又會精神奕奕咁返香港再打拼噶啦。而家全球經濟蕭條，每個國家嘅子民呢，其實都生活得唔開心嘅。但係莊哥呢，就感覺到呢，喺香港同深圳呢個雙城記啊，因為有互補短板、合作共贏啊，俾其他地區嘅人民呢，反為呢生活得好好嘅添啊。譬如莊哥識得一個司機喎，3年前呢，佢同個女呢就移民咗去英國，但係因為英文唔識，謀生技能又冇咯，儲蓄呢又俾晒個女同埋個女婿啊。今年頭呢，佢忍受唔到呢，就返嚟香港啊。咁又好彩呢，揾返份司機嘅工作喎。中港兩地車個老細啊，太太呢亦揾翻咗以前佢嘅會計嘅工作啊。雖然呢比起佢移英之前呢收入少咗1-2萬啊，但係呢而家佢仲話呢生活得非常之好開心咁話同太太喺英國嘅日子呢係餓暈喺廚房、凍暈喺睡房咁講，仲話而家喺香港啊食鹹魚辣條啊都好味過喺英國嘅炸魚薯條啊！深圳嘅性價比高，大家都知㗎啦。原來香港呢亦都有性價比高嘅地方㗎喎，我哋就反為唔知㗎喎。譬如呢，莊哥識得啲深圳同埋國內嘅人士呢，佢就話香港嘅兩餸飯啊，同埋嘅樓宇呢，對佢哋嚟講呢係性價比高㗎。而莊哥呢識一啲嘅老朋友呢，移民出去外國都20-30年㗎啦。佢哋年年都嚟返香港呢，就一定去幫襯食咩香港嘅燒肉啊、蒸條班仔啊，同埋炒一碟油菜嘅添，又會去食蛇羹啊，
佢話呢一啲嘅美味呢係全世界都揾唔到喎。而臨離開香港之前呢，我啲朋友呢一定去買香港製嘅安宮牛黃解毒丸嘅添。呢啲咁嘅性價比高嘅消費呢，就大家知唔知啊？北上消費雖然係會帶俾香港飲食業嘅一片哀鴻遍野，但係呢，正如莊哥喺上一輯片都講過嘅，你年年加嘅高昂嘅租金呢，你大面積嘅酒樓食肆呢，你真係頂唔住嘅。惡捱就不如早死啦。與其你喺一部勞斯萊斯入邊喊，你不如揸住一架三噸子車，一路咁開心咁高歌高唱仲好啊！莊哥始終都相信嘅，以香港人嘅聰明智慧同埋適應嘅能力呢，一定會闖過困境嘅。雲霧撥開之後呢，就一定會再見紅日嘅。最後咁，莊哥又分析講解一下深圳同香港又點樣樂悠悠嘅呢？根據最新嘅環球生活成本數據庫嘅統計啊，香港人嘅生活嘅基本每月嘅開支呢，大約係深圳人嘅2.4倍嘅。香港人每月嘅平均消費值呢係2萬蚊嘅，約佔佢平均每月嘅收入嘅85% 左右。而深圳人每月嘅平均消費值呢係4500蚊，約佔佢平均每月嘅收入呢係45% 左右。即係話，如果香港人將佢嘅消費呢轉移到去深圳消費呢，咁佢每一次嘅消費呢就會慳翻起碼50%嘅價錢㗎啦。咁樣嘅講法係咪太過簡單籠統嘅呢？不如大家嚟計算一下，譬如喺香港嘅的士起標係港紙29蚊，咁喺深圳嘅的士起標係咪約莫就要12蚊至啱啊？咁如果香港食一碗雲吞麵佢要50蚊嘅話呢，咁深圳就要20蚊咯喎。咁如果香港嘅腳底按摩每一個鐘係200蚊嘅呢，咁喺深圳咁你又要80蚊㗎啦。咁如果每一次喺香港飲茶每一位係消費要100蚊嘅呢，咁喺深圳你就係要40蚊㗎。咁大家發覺，如果你喺深圳嘅消費呢啲咁嘅價錢，如果低過我正話咁嘅粗略估計，咁你話係咪非常之抵、非常之樂悠悠嘅呢？另外喺深圳營商嘅環境呢，其實佢一啲都唔比香港少㗎，佢嘅租金一樣係貴㗎，深圳嘅人工都係貴㗎，而且深圳仲有好多嘅稅收嘅添。但係香港人上嚟嘅消費呢，就令到佢哋樂悠悠嘅喎。因為香港人呢，根據統計呢，每一次約莫嘅平均喺深圳嘅消費係600蚊到800蚊人民幣左右，而喺2025年啊，大約有150億嘅港元呢消費咗喺深圳度，佔咗深圳嘅境外嘅收益呢係超過85% 㗎。加上香港人嘅消費呢嘅消費力啊又高咯，同埋佢嘅態度呢係比啲深圳內地人呢好好多㗎，所以深圳人呢都非常之樂於招呼香港人㗎，佢哋都稱呼香港人而家係財神嚟㗎。而且而家香港人北上消費呢係只係開始嘅，陸續咁有嚟㗎。加上佢如果深圳佢加強佢嘅售後服務啊，以及佢嘅服務質素呢，香港人嘅上去消費呢只有越嚟越多嘅。你話呢個北上消費對於深圳嚟講係咪樂悠悠嘅呢？而深圳人同埋國內人回饋香港嘅係乜嘢呢？大家都或者會估到㗎啦，就樓宇嘅買賣㗎啦。嗱，經過莊哥一輪嘅跑馬看花比較一下大灣區嘅樓宇價錢之後呢，莊哥咁有個粗略嘅計算㗎啦。譬如喺深圳嘅南山區啊，而家嘅一手樓嘅售價約莫就係12萬人民幣1平方米啊，折合港元呢就係13000蚊一尺嘅喎，1平方尺喎。而大陸嘅樓宇呢係買賣係計建築面積，唔係實用面積嘅。就算埋實用面積嘅話呢，咁即係話佢南山區而家售賣價錢呢，約莫係港紙呢就18300蚊左右喎。莊哥先前咪講過，深圳同香港嘅生活水平呢係相差2.4倍㗎。
即係話如果深圳人呢嚟香港買樓嘅話呢，如果佢喺南山區係值18,300蚊一尺嘅，咁嚟到香港嘅話呢，佢會願意攞45,000蚊或樓下每一尺嚟買樓。咁呢樣嘢又解釋得到點解最近啲新盤呢，大約你話3萬蚊樓下一尺呢，就全部俾啲深圳人同國內人係咁掃晒，因為對佢哋嚟講呢，係性價比高嘅產品嚟噶嘛。所以香港經濟係唔會死嘅，香港人係打不死嘅。香港人北上消費呢，唔係罪過嚟噶，而係歡樂嚟噶。因為北上嘅消費呢，所以香港人呢應該係生活得更加開心，更加樂悠悠噶啦。好啦，我係壯哥，係一個平凡嘅地產從業員，下次再會啊，拜拜。